各位朋友仔啊，今鋪咧真係平到阿媽都認唔到啦！海欣雲頂呢個項目啊，之前高峰期買到2萬蚊出頭嘅，而家單價7500蚊，精裝現樓啊，講出嚟都唔信啊！咁就係今日咧就開發商就宣布啦，加推3棟7500蚊到8000蚊一個幅度，帶埋裝修現樓。咁3棟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喺中間位置，屬於係樓王位置噶啦，唔會嘈。而且咧係直望我哋小區下沉式會所嘅。咁呢個會所咧亦都係非常之靚仔嘅，有室外泳池啦，有室內泳池，2個泳池嘅，亦都有健身房啊、瑜伽室啊、圖書館啊呢啲等等配套。咁小區出到門口咧就係香港嘅淘金家啦，我哋海欣嘅淘金家。咁呢個淘金家咧非常之熱鬧嘅，各種食肆啊、超市啊，生活配套係樣樣齊全嘅。咁海欣雲頂呢個項目咧，出發去到深圳灣口岸，講緊都係40-50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灣口岸噶啦，非常之方便噶。包括我哋成個海欣片區入邊咧，亦都有好多香港嘅直通巴士嘅，可以翻到香港屯門、荃灣、太子呢啲地方嘅。咁而家單價7500蚊就可以入手，真係比周邊嘅二手房都要平啊！而且係喺博愛路呢個位置，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噶。咁而家加推3棟咧，面積係喺105平方到140平方都有嘅，3房4房，人均選擇，都係精裝現樓。咁咧就而家事不宜遲，上個鏡頭俾大家睇下呢個屋苑先。